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7月初1。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0篇，列王记下卷第4章18节到31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帮补者，也是讲帮赞者。感谢兄弟姊妹的关心代祷。今仔日照讲是已经会当即个解除隔离较念伊还去做即个快筛感谢大家祈祷。咱伫经文看到以利沙先知伫章的记载，拄到一位真富有的妇人人，并且伊将上帝的应允来甲伊传达，互伊会通有一个囡仔的祝福。对即对先生已经年老无有子孙的即个家庭来讲，是一个祝福啦吼。但是，亲像咱昨所讲到的，有时阵咱拢伫迄个自我的矛盾冲突的中间。经历几年了后，即个囡仔渐渐已经大汉伫今仔日的经文，咱看见即个囡仔却是因为头壳痛来去死去。即个富有的妇人人就搁一摆来到伫即个先知以利沙的头前来对伊讲：先生，我有向你求过囝吗？我毋是甲你讲，毋通互我点到我的愿望吗？这是真正是充满自我冲突的一种代志。伊是因为伊的囝死去，才袂去即过去几年所享受上帝的恩典即种天伦之乐。伫即时，伊来责怪先知以利沙。所以，事实上，伫伊的话中间，咱会当去了解到，也是讲去闻到另外一种方式，咧伫遐咧求啦吼。伊愿望对先知遐来得到帮衬，亲像圣经记载，这个妇人人佮甲先知所讲的第30节讲：我指着永生的上帝来救助，我绝对无离开你。因为安尼，因两个人就做伙来上路，意思就是讲我无帮你煞啦，安尼啦吼。这个是真正标准来讲，你若无帮衬我吼，我就无要帮你煞安尼吼。所以，若这样咧看，伊敢真正无爱囝吗？当然毋是，是因为伊拄着困难啦吼。这种的祝福，就是伊来找以利沙先知帮忙的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啦吼。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批信中间提到着马其顿教会怎样伫因的艰难的处境的中间，经历着患难真严重的考验时，犹原坚持热心来支持福音的工作。这是值得哥林多教会学习嘛，值得咱学习。保罗安尼甲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讲：兄弟姊妹啊，我愿望恁知影上帝怎样恩待马其顿的国教会。因对所经历的患难受到严重的考验，但是因充满着快乐，伫极度的颂享的中间，犹原慷慨来关注。我敢证明，因的关注是尽所有的气力，甚至超过因的气力，出自因的自愿。因愿恳求伫真正犹太信徒这个代志中间，互因也有份。这实在是超过阮所期待。首先，因将家己奉献予主。然后，佮照着上帝的旨意来帮助阮。
保罗安尼来提到，真有可能因为哥林多教会伫福音的工作顶悬欠缺热心，欠缺真做一个帮赞者的决志甲因的心志，所以保罗才写这个批来提醒，并且来鼓励哥林多教会。保罗讲，因为安尼，阮鼓励提多继续协助恁，完成伊所开始的这件好事。无论是信心、伫口才、伫财物、伫帮助别人的热心中间，甲对咱的疼心，恁拢是遮尔啊丰富。我希望恁伫这件好事顶悬也有额外的慷慨，热心参与福音的工作，并且决志成做一个帮补者，是需要被教导、需要被提醒、需要被鼓励。因为保罗利用请安教导的批信来对哥林多教会基督徒来提醒因应该做，实在是讲因会使做的代志。伫咱即个经文的结尾，伊佫讲到，恁拢是遮尔啊丰富，我希望恁伫这项好事顶悬，也有额外超过的慷慨。哥林多教会基督徒就代表了教会中间一群人的特质。因也受到非常侪上帝的祝福，却毋甘成做一个帮赞者。6月19号，无名所分享的中间，咱知影因报名志愿要去到伫厄瓜多，或者是去任何所在要参加宣教，因必须爱为着家己的旅费来筹度。因可能会当透过募款，或者是讲家己去付伊的旅费。因并毋是讲，因为有人已经准备好一笔钱提供互因，教会有补助因才报名，毋是即种伸长手摕补助去，若像旅游安尼的代志，也是讲认为讲我来就是要来开钱的，毋是即种的态度，毋是要来享受的。因这宣教团队不但爱准备当地需要的人的物件，准备家己的旅费，就算是学生，因拢嘛是爱家己来做这代志。所以因真热心来帮补支持宣教福音的工作。其实这互咱知影一个基督徒的呼召，基督徒的责任伫倒落。诗篇121篇，诗人安尼甲咱讲，我举头看山，我的帮赞对倒落来。我的帮赞是对上帝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袂拄面。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应允在保护你。日时日头袂伤你，暝时月嘛袂害你。上主会保护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这段的标题是讲我的保护者上帝。上帝是咱的帮赞，是咱伫需要时的帮赞者。基督徒因为得到恩典，得到救，咱相时嘛，因为上帝的呼召，互咱会通成做上帝一种疼的助手，互人嘛，因为咱来得到福气。这是上帝互亚伯拉罕的呼召，嘛是互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的呼召，也是今仔日你甲我的呼召。所以咱可能爱想几项代志，需要人伫倒落，
咱需要啥物货，咱会当做啥物货，要怎样请做因的帮衬者。诗篇30篇，上主啊，我要尊你做至权，因为你有提拔我，无互我的对敌对我夸口。上主，我的上帝啊，我求告你，你有医好我。上主啊，你对阴府甲我揪出来，你互我活地，免得蒙破空。上主神的子民啊，恁着唱歌学乐伊，称赞伊的圣名。伊的寿期只有一时仔久，伊的恩典到一世人。虽然规暝有低哭，天一个光就有欢喜。伫我顺利的时，我捌讲，我永远袂当摇动。上主啊，你施恩，互我亲像山徛在在。你面越走毋看我，我就惊吓。上主啊，我求叫你，我对上主求怜悯，讲我死入梦有啥利益？土粉减会称赞你，减会报扬你的信实。上主啊，求你听我，怜悯我。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你有将我的低哭变做跳舞，将我的满衫脱起来，用欢喜做大甲我下。安尼我的心神就袂恬恬，会唱歌称赞你。上主，我的上帝啊，我要永远感谢你。求主帮助咱充满热情，领受你听的呼召，诚做需要者的帮助。即使阮的能力无会当做啥物，我相信上帝主你会欢喜阮迄种寡妇奉献的心志。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